各位朋友，各位一直陪住我嘅觀眾，大家好，我係你哋嘅運勢調校官。呢排後台嗰啲留言我都睇晒，有人問我師傅，我呢半年到底係邊度出咗問題？明明拼咗命咁做，點解啲錢仲係留唔住？好似手揸住一把沙咁，揸得越實，流得越快。又有人問我師傅，我最近脾氣特別差，一啲小事就想發火，同屋企人嗌交，同同事嗌交。夜晚一個人又特別後悔，係唔係身體出咗啲乜嘢事？我睇住呢啲留言一條一條咁睇落去，心入面真係唔好受，因為我太清楚呢個背後嘅原因啦。今日我就將啲嘢攤晒出嚟，同大家好好傾一傾，傾到清一次過講透。你將今集認認真真聽晒，我保證你會有一個完全唔同嘅睇法。今日係7月29號。我扳晒手指公，算過距離8月7號立秋，剩翻最後9日咋啦？呢9日我勸你唔理手頭幾忙都要抽時間，將接落嚟呢段嘢認認真真聽晒，因為佢真係好可能影響你下半年袋入面剩唔剩得翻錢，甚至可能影響你成年嘅走勢。呢句話我唔係亂噏嘅，係我睇過太多真實嘅例子先夠膽咁篤定同你講。先唔好咁快劃走。我知好多人一聽到節氣五行呢啲字眼，第一反應就係話呢啲同自己有乜關係啫？覺得呢啲係老一輩先信嘅嘢，同自己呢種日日出街搏殺嘅人冇乜關係。不過你靜落嚟諗一諗，今年上半年你係唔係特別難捱錢，賺唔少？不過就係留唔住，手一鬆就冇咗，好似有個睇唔見嘅窿，將你辛辛苦苦儲落嚟嘅嘢一啲一啲咁漏晒，你自己都講唔清錢，究竟使咗去邊？月尾睇單嗰陣心都慌埋，脾氣又比往年暴躁，成日想同人嗌，夜晚瞓唔着，個腦入面翻嚟覆去，諗翻日頭未搞掂嘅嘢，日頭又冇精神，做乜嘢都覺得有心無力，好似俾隻手死死揸住個膊頭咁，點使勁都挺唔起條腰。呢啲嘢如果你識得點頭，咁你就要聽好啦，呢個真係唔係你手風差，係天時壓住你，而且壓得比你估到嘅仲要沉到你自己都冇為意，仲一直以為係自己唔夠努力。今年係丙午馬年，天干係丙火，地支係午火，天干地支全部都係火，呢個喺命理上叫做滿盤皆火，成年由頭到尾都俾呢團火罩住，冇處可避。上半年成個天地之間嘅磁場，用一個字嚟形容就係燒呢股火燒得幾勁呢？勁到連本身屬金嗰啲嘢都壓唔住金。喺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入面，代表咩？代表錢財，代表決斷力，代表你個腦清唔清醒，代表你係咪識喺關鍵時刻做啱決定。五行講火克金，火太旺金就俾燒到7零8落，你個腦一發熱就容易做衝動嘅決定，買咗唔應該買嘅嘢，投咗唔應該投嘅項目，同人嗌咗唔應該嗌嘅交，事後自己一諗又後悔到不得了。不過當時就係控制唔到，呢個先係你上半年漏財嘅根，都係你脾氣變差嘅根。呢個唔係巧合，係天時壓住你行。你越唔明呢個道理，就越容易一次又一次踩中同一個坑。呢個道理我今日先賣個關子，跟住我會講得更加透徹。你會發現呢件事比你想象中仲要嚴重。嚴重到已經影響咗你身邊最親近嘅人，影響咗你嘅家庭同事業。咁8月7號呢一日究竟會發生咩事呢？呢一日係立秋秋天，喺五行入面屬金立秋一刀，天地之間嗰股瞓咗大半年嘅辛金之氣就會重新醒翻過嚟，好似忍咗成年嘅一口氣終於要吐出嚟咁，金一復色。第一件事就係將上半年嗰把燒到人暈頭轉向嘅火氣壓落去，等你重新揾翻冷靜。第二件事就係將你破咗大半年嘅財富一啲一啲咁補翻起嚟。呢個過程唔係即刻發生嘅，而係由8月7號嗰一刻偷偷開始，好似種子破土咁，睇唔見嘅地方已經喺度偷偷使緊力。我同你講，呢9日唔係隨便嘅9日。係你今年唯一一次可以借天時之力，將漏財嘅窿窿徹底倒反實嘅窗口期。過咗呢個窗口之後，想再借呢股勁，就要再等成年。你趁下一年先等到一次咁嘅機會，你捨唔捨得
就咁白白錯過，你甘唔甘心聽年？呢個時候仲同今年一樣咁發愁，仲喺度為住同一啲事煩惱。呢度我要補多句，好多人可能唔知。我哋而家正正處喺一個叫九運離火嘅大運周期入面，呢個大運一共要行20年，火氣會一直罩住天地，一年比一年更盛。即係話今年呢種烈火燒身嘅感覺，其實只不過係呢20年大運嘅一個開頭之後，每一年火熱氣都唔會咁易退場。呢個亦都係點解我一再強調你要學識喺咁嘅大運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調和之道。而唔係死死地硬頂。今年嘅立秋係呢個大運周期入面第一次金氣登場，壓住火氣嘅機會，你可以將佢當成係一次預演，一次提前俾你打嘅樣板。如果你今年可以借住呢9日，將自己身上嗰套調和火氣嘅方法摸清楚之後呢，20年入面每一次立秋，你都可以提前預判，提前受惠。呢個先至係我今日最想你明白嘅嘢，唔係叫你臨急抱佛腳，而係叫你由今年開始就學識同呢團火相處。咁係咪個個立秋一到就會翻身呢？唔係嘅，呢度面藏住講究。有啲人翻身翻得快，有啲人翻身翻得慢，仲有一小撮人八字入面啱啱好卡住一個位置，立秋一到直接就係打開自己個金庫事業財運一齊爆發。人哋仲喺度慢慢爬緊波嗰陣，佢哋已經一步登天。呢套密碼我將佢拆成2層，一層係你嘅生肖，一層係你嘅出生月份，2層疊埋一齊先至係完整嘅答案。缺一層都唔算數，淨係睇生肖唔睇月份，你可能會睇錯自己嘅處境。今日我就將呢套雙重密碼一層一層咁同你解開，你聽晒之後快啲翻轉頭對照下自己係咪啱啱好跌落呢幾個組合入面。講唔埋你就係嗰個俾天時揀中嘅人，只不過你自己從未為意，仲一直以為自己呢半年過得咁辛苦係白捱嘅。呢4種組合我將佢哋擺埋一齊講，係因為佢哋背後其實係同一套邏輯，都係你命入面本身缺嗰一味俾立秋呢股金氣不多不少，啱啱好補翻晒缺嘅嘢，補翻晒塞住嘅地方，自然就通翻，通咗先至可以生財。呢個係最樸素，亦都係最有用嘅道理。你聽我一個一個咁講落去，一定要對住自己嘅生肖同出生月份仔細核對。唔好淨係聽個熱鬧，核對完咗，你先知自己接落嚟呢9日應該向邊個方向使緊。先講第一種人屬狗，而且係冬天出世嘅，即係公曆11月8號前後，一直到第2年2月18號前後出世嘅朋友。點解偏偏係呢個組合？因為狗喺12地支入面對應嘅係戌，戌本身就係一個天生嘅火庫，藏住一股壓都壓唔住嘅能量，平時睇落唔顯山唔露水，其實內裏係忍住一團火，外表沉穩，內心其實有一股唔服輸嘅勁。不過如果你又啱啱好係冬天出世，冬天本身天寒地凍，缺嘅正正就係火，你呢個人身上就變成一個又凍又渴望俾人點燃嘅火庫，一邊儲住勁，一邊又覺得使唔上力，明明有心做大事，總係覺得差一口氣。呢種矛盾嘅感覺係咪好多屬狗嘅朋友深有體會？明明心入面有股勁，但係就係忍住出唔到嚟，越忍越急，越急越出唔到嚟，甚至開始懷疑係咪自己天生就唔係做大事嘅料。唔係急，聽我講落去。上半年火氣燒天，你可能覺得心浮氣躁，好多事情推唔喐，好似俾啲嘢死死塞住咁，越用力越谷。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係咪能力唔夠，係咪揀錯咗方向。不過立秋一到金氣登場，火克金為財，你呢座冰封咗好耐嘅火庫，終於等到能夠駕馭佢嗰條鎖匙。過去半年俾你壓住唔敢喐嘅項目，俾你擱埋一邊嘅合作，好可能會喺立秋之後突然鬆動，現金流會以你估唔到嘅速度翻嚟，嗰種忍咗好耐終於鬆咗一口氣嘅感覺。你好快就會體會到，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唔係冇本事，只不過差咗呢一股氣。我提你一句，呢類朋友喺立秋前呢9日入面，千祈唔好輕易放棄任何一個從未傾掂嘅機會，都唔好，因為一時嘅挫敗就打退堂鼓，因為嗰條鎖匙可能就喺最後一刻先至轉動。你而家放手就等於將即將到手嘅財運親手推開。
白白便宜咗第二啲人呢份可惜。希望你唔好等到聽年先明白。第二種人屬虎，而且係春天出世嘅，即係公曆2月19號前後一直到5月4號前後出世嘅朋友，虎對應嘅係人木。春天出世嘅人木氣本身就旺，木氣代表乜嘢？代表你嘅諗法多，創意多，個腦成日轉緊各種念頭，一時想做呢樣，一時又想做嗰樣，個腦轉得比邊個都快。不過念頭一多就容易亂，亂咗就唔落地，淨係得諗法賺唔到錢。呢個亦都係好多屬虎朋友呢半年心入面最逼屈嘅地方。明明個腦轉得比邊個都快，卻總係覺得抓唔住重點，眼白白睇住機會從指縫入面流走，事後又懊惱自己點解冇揸住翻嚟覆去咁諗。早知當初就應該點呢類朋友嘅問題，從來都唔係冇本事，而係本事太多，反而理唔出一條清晰嘅路，乜都想要，結果乜都冇揸實。呢種感覺就好似企喺十字路口，每條路睇落都唔錯，卻遲遲都邁唔開腳。立秋一到，金氣就好似一把磨得鋒利嘅剪刀，專門用嚟修剪你嗰啲長得太茂盛嘅枝丫，將多餘嘅分散精力嘅部分通通剪走，只留低最有價值嗰一支。你會發現由8月7號開始，你個腦突然清晒，之前諗咗半年卻始終唔敢落手嘅計劃，忽然就知應該由邊一步開始喐。嗰種撥開雲霧見青天嘅感覺，你可能已經好耐冇體會過啦。就好似喺霧入面行咗好耐，忽然眼前一片開闊，腳下嘅路一下子清晰晒。呢一類人係立秋之後最叻將諗法變成真金白銀嘅人。我勸你提前將手頭嗰幾個猶豫不決嘅項目列一張清單，立秋一過揀，最重要嗰一個先落手，唔好再猶豫，機會唔等人。你猶豫嘅每一日都係喺度將機會推向第啲人。嗰邊第三種人屬豬，夏天出世嘅，即係公曆5月5號前後一直到8月7號前後出世嘅朋友，豬對應嘅係亥水。夏天出世嘅人本身缺水，五行講水，克火為財，你手入面揸住呢股成年最稀缺嘅水，而今年偏偏係火燒得最勁嘅一年，呢個本應該係你嘅天賜良機，可惜手入面嘅水太少，壓唔住咁旺嘅火，反而容易俾人敲到心浮氣躁，睇住第啲人賺錢，自己卻揸唔住機會，急到團團轉，越急越亂，越亂越揸唔住，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係咪根本就冇嗰個命。係咪？呢世人就係咁噶啦。呢種逼屈我特別明白，好多屬豬嘅朋友呢半年應該深有體會，眼白白睇住機會喺眼前晃過去，卻點都伸唔出手去接住。嗰種心急使唔上力嘅滋味，唔好受比蝕錢仲難受嘅係嗰種明明睇見卻抓唔住嘅無力感。好消息就係立秋一到金生水，天地之間源源不斷嘅金氣會俾翻你最缺嗰股水。呢股水一補翻，你會突然揾翻嗰種冷靜嘅判斷力，嗰種睇通局面嘅清醒。第二啲人仲喺度為上半年嘅爛攤子焦頭爛額嗰陣，你已經睇得清楚邊度藏住真正嘅商機，嗰種一眼睇穿局勢嘅通透感會重新翻嚟你身上，你會重新變翻嗰個遇事唔慌嘅自己。呢一類人係立秋之後最勁嘅收割者。第啲人亂嗰陣，正正就係你應該出手嘅時候，你要提前將心態調好，唔好再自己亂咗陣腳。等呢股水氣一到，就係你大展身手嘅時候，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第四種人屬蛇，秋天或者冬天出世嘅，即係公曆8月8號前後一直到第二年2月18號前後出世嘅朋友，蛇對應嘅係巳火，秋冬出世嘅人天生缺火。行入九運離火大運本身就係你嘅主場，你今年嘅底子其實一啲都唔差，只不過缺一個引爆嘅契機，一直喺度儲緊，重未等到爆發嗰一下，就好似蓄勢待發嘅公然，只差最後一拉。立秋一到金氣俾你身上嘅火克制，直接化成你嘅財富。呢個唔係巧合，係你今年儲落嚟嘅底氣，終於有咗個出口。你唔係突然行好運，係你一直以嚟儲落嚟嘅嘢，終於等到兌現嘅時候，你之前受嘅嗰啲委屈同沉默都唔係白受嘅。呢類朋友喺8月7號之後，最先感受到嘅唔係銀包鼓起嚟，
而係名氣同曝光度先漲起嚟。唔理你係做 sales、做自媒體，定係喺公司帶 team，你都好容易變成俾大家睇見、俾大家記住嘅嗰個人。行到邊都有人多，睇你兩眼講嘢都開始有份量。名氣一漲，機會自然跟住嚟，小人自動退散，貴人主動埋身。呢個係一個名利雙收嘅格局，你要做嘅。又係喺呢9日入面，將自己執得更加精神啲，該露面嘅場合都唔好缺席，因為立秋一到，所有嘅目光都會望向你嗰邊，你要接得住呢份關注，唔好到時機會嚟咗自己卻從未準備好。呢度再提你一句，如果你發現身邊嘅家人啱啱好喺呢4種組合入面嘅一種，都唔好收埋，快啲將呢一段講俾佢哋聽。因為好多時候一個屋企淨係要有一個人先轉運，成個屋企嘅氣場都會跟住鬆動。呢個係我呢幾年反覆驗證過嘅規律。一個人企起身，全家都可以沾光。仲有一種情況，我都要單獨講清楚，就係有啲朋友生肖啱咗，不過月份唔啱，又或者月份啱咗，生肖唔啱，呢種叫做半密碼力度會比雙重密碼弱啲，不過都唔係完全冇幫助。只不過更加需要靠之後我要講嗰一招，人為咁將呢股力度補齊，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冇份就自暴自棄。天時俾嘅係一個大方向，人力補嘅係個最後一口氣。講到呢度，我知有朋友想問，咁我唔屬於呢4種組合，係咪就冇機會啦？係咪就只可以眼白白睇住第啲人翻身，自己繼續原地打轉？咪方我接落嚟要講嘅呢一招係俾晒所有人準備嘅，唔分生肖，唔分月份，人人都用得。你而家就可以攞細本仔記低，一個字都咪漏。呢一招比前面4種密碼重要，因為佢係人人都借得到力嘅底牌。立秋當日你淨係做啱一件事，就可以將上半年儲落嚟嗰啲漏財衰運徹底清零。呢件事講起上嚟簡單，不過好多人偏偏就係懶得喐手，覺得反正都係一個小動作，起唔到乜嘢作用，結果白白錯過咗成年先等到嘅窗口，等到聽年呢個時候先後悔就已經遲啦，追悔莫及。到時再嚟揾我都幫唔到你幾多。第一步換咗你屋企門口嘅地墊。地墊係乜嘢？係你屋企氣場嘅第一道過濾網。你每日出出入入，將外面嘅雜氣、財氣、衰運氣都會先經過呢個地方。日日踩喺腳下嘅嘢，其實比你想象中重要得多。你可能日日行過佢，卻從未諗過佢喺度默默替你擋住啲乜。8月7號當日，將呢塊地墊換成對應你出世季節嘅顏色。冬天出世嘅用紅色，夏天出世嘅用藍色，春天出世嘅用灰色，秋天出世嘅用綠色。咪睇少呢一個動作，你換上去嗰一刻，就等於幫自己屋企立咗一道門檻，幫你將外面嘅雜氣擋喺門外，將屋入面已經儲落嚟嘅財氣穩穩地鎖實，唔俾佢再漏出去。呢一道門檻就係你今年最抵嘅一筆投資，使唔到幾多錢，卻頂到大用。第二步，清理西北方同正南方呢兩個方位，今年分別壓住病符星同五黃煞呢兩粒星。最驚嘅就係污糟同堆積嘅雜物，越亂越容易發作，越堆越搞。立秋前呢9日，你抽半日時間，將屋企西北角同正南角嘅垃圾舊嘢堆住唔用嘅嘢全部清走，可以掉嘅掉，可以捐嘅捐。唔好再新騰嗰啲早就應該淘汰嘅嘢，嗰啲嘢留住唔單止俾唔到好處理，反而喺度偷偷拖累你。你可能覺得呢個唔過係執下屋企，不過你信唔信好多人健康上嘅小毛病，財務上莫名其妙嘅漏洞根就藏喺呢兩個角落嘅污糟入面。你以為係巧合，其實係磁場喺度偷偷作怪，日積月累就變成大問題。呢兩個地方一乾淨，二黑五黃嘅煞氣自然生唔起，你嘅漏洞先可以真正倒翻實。呢一點好多人做完之後都同我反映，話成個人一下子鬆咗好多，好似卸咗個擔子咁，連瞓覺都瞓得好翻。除咗呢兩步，我仲送多大家一個小習慣，立秋當日朝早出門之前，用清水將屋企窗台同玄關抹一次，動作唔使複雜，就係一塊乾淨嘅布沾啲清水。
由入面抹到出面邊，抹邊喺心入面，諗住將過去半年嘅燥熱同唔順一啲一啲咁抹出門口去。呢個動作睇落好樸素，不過你咪睇少佢水，喺五行入面能夠生金，都能夠滋潤俾烈火烤咗大半年嘅心。抹完呢一次，你會發現自己出門嗰陣腳步都比平時輕快啲，嗰種俾一啲儀式感托住往前行嘅感覺，其實比你想象中仲有用。我喺呢度要多講句掏心窩嘅話，呢幾年我見過運太多人，一聽到改運兩個字就指望擺一件嘢換一塊地墊，從此就一勞永逸，乜都唔使理，天上就會跌錢落嚟。坐喺屋企等好運砸中自己，我要提你命由天定運，由人調天時幫你開咗呢道門。不過行唔行得入去都係靠你自己，冇人可以替你邁出呢一步，我都唔得。立秋呢9日俾你嘅，只不過係一個借力嘅機會，唔係一張唔使做嘢就有嘅保證書。你應該傾嘅合作都要主動去傾，你應該收嘅心態都要自己去收。冇邊個可以替你行完呢條路，唔好指望天上跌餡餅，天時只不過係幫你搭咗把梯，爬唔爬都要靠你自己雙腳上半年挨嘅嗰啲苦。你可以將佢當成係天地喺度考驗你嘅耐性，考驗你係咪識喺最難挨嘅時候都企得穩，自己撐得住場面。呢份穩先至係你接落嚟接唔接得住好運嘅關鍵。好多人唔係冇等到機會，而係機會嚟嗰陣自己已經先亂咗陣腳，等到8月7號金氣一開，你所有嘅準備先至會真正開花結果。呢個就係點解我一直強調最後呢9日特別關鍵，因為呢9日入面你做嘅每一件事都係喺度為立秋嗰日嘅爆發提前鋪路，一步都唔可以少，一步都唔可以懶。你如果呢9日乜都唔做，跟住天上跌錢咁，立秋一個你可能仲係原地踏步，白白錯過咗成年最好嘅機會。等到年尾翻轉頭睇先追悔當初點解冇捉緊嗰種懊悔嘅滋味。我唔希望任何一個聽緊我講嘢嘅朋友再體會多一次。不過你如果呢9日入面將地墊換好，將應該清理嘅角落清乾淨，將手頭嗰幾個猶豫嘅項目認真梳理一次，咁8月7號一到，你會明顯感覺到身邊嘅阻力細咗，機會多咗，講嘢都比之前順咗，做乜嘢都順手咗幾分，嗰種撥開雲霧見青天嘅感覺會一啲一啲翻到你身上。你會重新揾翻嗰種對生活嘅掌控感。我成日同身邊朋友講一句話，遇到唔順咪怨都咪匿埋，唔敢面對逃避，從來都解決唔到問題，只會令個窿越嚟越大，越拖越沉重。你越係向前行，越係主動去調整自己嘅空間同心態，你內心嗰份清爽同光明先至會真正翻嚟運勢。呢樣嘢從來都係要先調心，先調運，心唔定。再好嘅時運擺喺眼前，你都接唔住一個人心入面亮堂咗，命運自然會跟住鬆動。呢個唔係炫富嘅講法，係我呢幾年一次又一次咁睇落嚟驗證過嘅道理，屢試不爽。我見過太多咁樣嘅例子啦，嗰啲真正行出低谷嘅人，無一唔係先將自己心態調順咗。我知有朋友心入面其實仲有一層顧慮，覺得自己上半年過得咁艱難，係咪已經將今年嘅運氣洗晒？剩低嘅日子會唔會更加差？我要話你知唔係咁嘅，天地運轉從來都唔係一條直線咁跌落去，而係一圈一圈咁循環，火燒到最旺嗰陣，往往就係轉折將至嘅信號。就好似夜最深嗰陣，天光其實已經喺路上啦。你而家覺得難，恰恰就證明你正正行緊呢個循環最底嗰度，向前一步就係向上行。與其將啲力氣都花喺懊悔過去半年做錯咗啲乜，不如將呢份勁頭儲翻落嚟，用喺接落嚟呢9日入面，呢個先至係真正聰明嘅做法。仲有一點我一定要提你，立秋嗰日做完呢2步都唔代表一勞永逸之後嘅日子入面，你都要不時翻轉頭睇下西北方同正南方有冇開始堆嘢門口嘅地墊，有冇踩到污糟，踩到舊。
呢啲細節睇落唔起眼，卻係決定呢股金氣能唔能夠一直陪住你行落去嘅關鍵。我見過唔少朋友立秋當日做得熱火朝天，結果過咗1個月，屋企又翻晒去舊樣，雜物越堆越多，咁樣一嚟，好薄容易借嚟嘅呢股力，好快就散晒，等於白忙一場。所以我勸大家將呢次調整當成一個開始，而唔係一次性嘅任務。之後每隔一段時間抽10分鐘出嚟，翻轉頭檢查下呢份堅持，先至係真正可以將好運留住嘅秘訣，比任何一件擺件都有用。好啦，今日嘅內容就先講到呢度。我知聽晒呢啲之後，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喺度默默對照緊自己嘅生肖同出生月份，係咪心入面已經有咗答案？係咪發現自己啱啱好跌落其中一個組合入面？心入面係咪已經開始有啲期待啦？咪淨係喺心入面諗，而家就低下頭揭一揭日曆，確認下自己係幾月出世，屬乜嘢生肖，診好咗就喺留言區話我知，寫清楚你嘅生肖同出生月份，我會揀幾位朋友專門喺在線幫你詳細解一解你嘅立秋開金庫密碼到底係邊一種，睇下你會唔會啱啱好就係我頭先講嗰4種人之一。講唔埋呢一次俾我揀中嘅就係你，咪唔記得順手經個讚關注一下呢個賬號，將個小鈴鐺都打開，咁樣立秋當日我第一時間出嘅內容你先唔會錯過，咪到時又拍大髀話冇睇到追悔莫及，機會我已經擺喺你眼前啦。最後9日講長唔長，講短又唔短，不過夠你將應該準備嘅嘢都準備好，一啲都唔使急，都一啲都唔可以拖，應該喐手嗰陣就要喐手。咪等到立秋當日先手忙腳亂。我知道屏幕前面嘅你，可能呢半年過得比邊個都辛苦，可能咬實牙撐過咗好多第啲人睇唔見嘅夜晚，可能一個人扛低咗唔少講唔出口嘅壓力。我想話你知，呢啲苦天地都睇喺眼入面，從來都唔會白捱。你能夠堅持睇到呢度，本身就證明你係一個願意為自己努力嘅人。咁樣嘅人最容易接得住天時遞過嚟嘅呢份禮物。我喺呢度等住8月7號嗰日同大家一齊迎接呢一次金水復積金庫大開嘅好時候。我相信睇到呢度嘅每一位朋友都係有心嘅人，都會係俾呢股金氣眷顧嘅人。只要你願意喺呢9日入面為自己多做呢一啲努力，咪再俾自己重複上半年嘅遺憾。記得將今日呢一集轉發俾你最上心嗰個人，等佢都少行啲彎路，多接翻啲好運。我哋下一集不見不散。